大家好啊！試下錄又嚟開荒啦，啱啱翻車嚟，第一次用馬超開荒，碰咗兩下都以為好低兵啊，點知都會翻車，唔知係咪有咩問題？應該裝個橋下。裝橋下可能都係咁樣，好啲，唔知道應該係。好啦，跟住嚟到最重要嘅抽嘢先，睇下成就先。士別三日，我早已經唔係當初吳下阿夢啦。出啲未滿好過滿嘅，有嘢喺度，唔怕激住。正所謂兵以詐立，以伏兵制敵，亦為一計。好，吊禪抽呢個咯，吊禪又要，法正又要，周太要一隻，唔知之後有冇用。冇得揀咯。呢個鋪抽少少，定係馬超抽少少啲？試新鋪咯，抽。少少啦，哇！有靈喎，第三嘢。咦，唔錯，呃錢，哇，順白真啊，外星內王，唔抽啦，擺明揾笨，第五抽，一嚟就保底，唔錯啊！請大家努力開荒啊！證明走馬燈係咁跳。虛爭空言，不如視之亦效也。賤啊！賤啊！想抽住啦，好恐怖啊！覺得。定係我唔應該用
馬超開放，用返自己熟悉嘅開方先穩陣啲，都可以。用返熟悉開，攞住。遵命。明白。抽咁先，keep 地唔想抽啊，奶奶啲嘢咁樣。老實打呢啲啊！前進！撳波鐘仔。